甲权证现冤，所以讲我拄好讲的，我嘛是去用逼的啊。一定要甲尊生签约。敢讲，这嘛是另外一个含志心。这我唔知啦。反正吼，王党开出来条件是安尼啦，为着要甲照顾，甲这个权证摕转来，就这个方法去做。安尼你甲我讲，因到底要倒签约？这我。王董诶，马俊生已经答应要签约啊。啊，毋过伫签约进前，你先甲阮阿爸的借条甲所有权证还我。弟弟，我王天生是真守信用的，你安尼讲未免太过分。我答应的代志，阮会做会到的。你何必要这么着急呢？我嘛毋惊啊，你会反悔啦。我绝对袂反对。弟弟，你敢袂记讲，咱两个中间？点去！代志若办煞，我就抓一世人无可能见面啦。你来讲安尼咧，弟弟，我对你是真心真意的。咱两个好好合作，要赚偌济钱，拢无问题啊。歹势，我无兴趣吼，真实的。对啦，我实在拢想无呢。假使马俊生若签约，你就将所有权证还我，这就表示讲，你伫马俊生的身上会当得到足侪好处的。啊，毋过，这其中的美角，我实在拢想无呢。弟弟，你无需要知影遐尼济啦。讲较歹听咧，你是只菜鸟呢。你若想要学，我会当教你真个撇步。也毋过目前，这件代志甲办好势，进去办啦。听王天生的口气，假使准心若签约，无得甲会互人害到倾家动产。啊，毋过我若无安尼做，阮阿爸的所有财产是要哪偷倒转来的？但是若有准心去签约，一定会害着伊，我的良心敢会通过咧？奇怪，最近我若顾虑遮尔多咧，感觉我对准心已经有感情啊。提起你，什么代志？你免伫遐垫钱啊啦！原来所有代志拢这个恶道查某想出来。你害我害家咧，你连尊生还要害伊心？你是律师呢？你讲我害你，即马搁要害俊生？请问你有啥物证据？我当然嘛有证据。你即摆看这家皮箱内底就我爱的证据啦。还我，你还我，放手！放手！放手啦！你紧走呀！你紧走啊！你别走！你别走！俊生，你实在真奇怪呢，是你要求我签约的，即摆我答应啊，你颠倒互我等遐久啊？俊生，啊，日半路啊，拄着一寡代志，所以才耽误着嘛。好啊啦，咱即摆当来找罗党啊袂？小等者好无？是安怎啦？你搁有啥物代志啊？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啦。以前叫你签约哦，你拢一直考虑足久的，啊，毋过即摆你调去要去签约，我想要知影，你是真正为着签约的利益，还是要知影囡仔下落？因为我想我若签约，一定对你有真大的好处啦。虽然讲我毋知影迄是啥物好处，也毋过对我来讲，会当替客人甲囡仔找回来，这嘛是一件功德啊。所以这件代志对于你对我来讲，应该拢是有好处的一件代志。啊，毋过这投资的资金遮尔大，你敢莫考虑一下？你这是啥物意思啊？你还没急要叫我签约，你还搁叫我考虑一下？喂，你这嘛是后悔啊？吼？哦，我知啦。因为我若答应要签约，你再甲我囡仔下落，你惊我会得到困难。我知影你的愿望是要得到庆兰，啊，毋过你会甲我讲无？你安尼做是真正爱庆兰，还是要保护伊家有名量？我当然嘛是真心爱庆兰的。你永远都无法度了解，庆兰伫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人法度代替。我知影你爱庆兰，啊，毋过对方若是有翁婿，这代志无遐尼单纯啊。我安尼做拢是为你好，你知影无？我只要等到庆兰，啥物我都无爱管啦。你到底是要欠去啊？我已经无耐性啊啦。喂，王董呀，
啥？你家己办公室？好啦，我马上带尾返去。好。安怎？代志搁变化呀？本来签约是要离了党的办公室，即马家己王党的办公室。以后一道签拢无要紧啦，咱即马来啦。什么？你别去啊！我一爱去啊！你什么？别去啊！我一爱去。你几点要去？我这边挡车啊！我嘛是恋爱去，你什么？你你是知哦？你较出手拍哦！别搁讲啊啦！我都安怎？我都袂等我你去啊！我知影我来去阻止伊签约，恁老爸地契永远就无法度提转啊！也毋过你怎知影伊若又签落去，准生会破产呢？你想看吧，你为着你家己，害准生倾家荡产，你良心敢会得过？我嘛无办法啦。阿杰，我甲你保证，恁老爸这务我法度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甲伊处理掉，你无需要用这种害人的方式，知无？王大，歹势歹势，临时改伫你办公室啦，你唔要见怪。无要紧啦。啊，坐。啊，坐。坐。顶一摆我叫我公司的董事去你家己厅要甲恁签约，想袂到讲恁的证件无缘无故拍无伊，这边吼我家己亲身来，我想应该无啥问题。林董，歹势啦，顶回吼有淡薄误会，不过即摆吼马董也真出面，我看咱马上来签约。安尼好。来，马董来签签。哦。马董诶，你这合约敢无爱搁看清楚一下？丽丽啊，这合约马董会看过啊嘛？马董，你放心，做你签，咱一定赚大钱的。我知啦，其实这间公司的财务报表我嘛已经看过啊，因的财务还阁算正常啦，而且若我也看毋是细，我嘛会当甲股权卖掉。哎，对。不过你若签了后，还得准备10亿现金出来哦。 20亿我会当调啦，啊若无够的部分，我会当用我的便宜做抵押。马董诶，无安尼啦，无你钱吼传好，才过来签约啦，吼。丽丽啊，到底是安怎？马大敢有得罪你了？你直直倒去这条财路咧？王董诶，你莫误会啦，丽丽吼伊是关心我啦。丽丽，我有自信，我当调20亿啦，而且咱两人约束，你毋通袂记啊。马大，来，签。等下，是。亮亮啊，你是在这创啥？春生，我甲你讲，这个姚明去签的，这是阴谋啦！徐律师，你这是讲什么？我讲什么你上清楚啦。春生，我陪审用调包的代志，拢是你伊设计的啦。点去！徐律师，你是毋通黑白讲哦，你无证无据，这日我会甲你告哦。恁阿兄阿杰啊，拢甲代志讲互我听啦。伊即晚人去外口，我已经叫伊入来作证。好啊，你叫伊入来。好。阿杰啦，来，这阿杰啦，阿杰啦，阿杰啦。无去，奇怪，明明就讲好啊，谁那个无去？安怎？啊，你毋是讲阮阿兄缀你来？啊人咧？我想，伊可能惊你骂，毋才搁走。马大，徐律师是咧法律顾问呢，啊，伊今仔这个行为哦，完全都无成这律师啊。我看吼，你先签啦，签煞，咱来法律公职一下。好啦，无问题。亮亮，对即摆开始，这个案由我家己负责啦。以后我的代志，拢要你干涉。俊生，我毋是爱干涉你，我是关心你。我惊讲你有陷害，我毋知影，你知无？你即摆当作我是三岁囡仔哟，遮尔简单就叫人骗去啊！才无你的代志，你出去。我会出去，也毋过我爱你知影，我是好意。你也互我想看觅，恁老爸产业是辛辛苦苦建立起来，你莫甲败掉伊。好啊啦，我莫听你讲这啦，出去啦！马大，你也太无经验了，请到这种律师做咧顾问。好啦，莫生气，来，这咱签约。来。想，你
人是走去对咧？丽丽，你即摆这个态度，我实在真无欣赏呢。我已经签约啊，你讲要带囡仔互我，结果我走倒来恁兜，安怎？你即摆要讲话无算话？是啦，明娘讲阮阿兄甲讲物件调包的代志是我设计，所以我甲问清楚啊。假使若是互明娘知影，咱两个联合起来害伊哦，安尼代志就大条啊啦。但你是咧惊啥的啦？面容即摆是个无人敢信任的律师呢，就算这样代志，互伊知影，伊是过当安怎？我再讲，你若兄敢有遐尼公向，会甲遮秘密讲互伊知？明娘半路来找我，啊，毋过叫阮阿兄挡掉的。我相信阮阿兄应该袂拍死伊。啊，毋过好啊啦，这我拢无兴趣啦。你即摆就带我来找囡仔。我会带你去找囡仔啦。你敢有自信？找着囡仔，你就会得到起来。这是我的代志啦，免你管。我有答应无要管，我就袂甲你管。毋过要甲你考考，你若答心无定了后，你就莫搁对其他人高高低。我会安尼甲你讲，是要互你知影，我对你的心意。丽丽啊，我甲你含我含欠啊，这是两回事呢。我希望你家己爱甲分得清楚。好，明仔载我就带你去找囡仔。这是你讲的哦。若我知你骗我，我是绝对袂放你耍。你来啊！生活你真辛苦，来来来，饮一杯，庆祝者。丽丽，你做啥物？你叫我替你办的代志，我已经办好啊。即摆叫我阿爸的地契甲照料，听我。丽丽，你这种态度，我真歹照顾你哦。谁爱你照顾？我干那要爱阮阿爸的地契甲照料啦。哦，你就是讲你已经有一个马俊生的心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甲你讲啦，马俊生真紧就会破产，而且伊若知影讲你甲我是斗阵的，伊敢会接纳你心？免讲遐济啊啦，物件还我啦。真歹势，我免休。安怎？你想要反悔啊是？是有人违背你甲我中间的约束。欧良伟，行，这件事行了。你安怎啊？哎呀，王天信，你不是人，你会当将我阿兄拍甲安尼咧？这是我一个小小的假事，叫下摆就当世界乌白讲。这嘛对你有好处的，是伊带士兵龙来，差一点嘛就大条签约的代志呢。王天信，人你嘛已经拍过啊，即摆甲地契还我，拍来的代志，我就要甲你计较。代志若这么简单，就好办咯。你若兄将咱的计划拢总讲互士兵龙知影，你家想看觅，士兵龙敢会点点无要管这种代志是？咱两个约定，敢若只有签约尔，以后的代志我无要管。你若兄惹的代志，你嘛要负责，真歹势。地契甲照条，我暂时袂当限你。你是真心信，你哪会当讲话无算话咧？只要马俊生的入去来回应，地契我就马上去。即摆你的工作，就是叫马俊生赶紧汇钱进来。试一试。遮济啦。无啊，你是来遮创啥？我来遮创啥？别人唔知影，敢讲你袂清楚是？遮无欢迎你，你马上离开。啊若无，我就报警。上好你去报警，迅速甲所有记者拢请来。我相信所有记者对这样代志一定足有兴趣。好，算你厉害。讲啊，你想要创啥？我无想要创啥，我只是想要救俊生。我若救俊生，就等于救恁，恁知无？是明了，你就是你足厉害哦，搁想要救别人，你家己教好就好啊啦。丽丽，人甲人本来就要互相斗相共。其实我知影恁兄妹啊本性拢真善良，恁今日做这种代志是受到压迫，有不得已的苦衷。丽丽，我希望你出来作证，互歹人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安尼好人才有保障。丽丽，俊信，平常
你若知你住在遮，是安那你敢一名不善的定甲我对调调？是我带来的啦，我是你的大兄啦。弟弟，你是毋是咱我解释？明良在遮创啥？伊是来找念念解决问题的啦。哎呀，这无你的代志，你莫讲话啦。俊信，啊，明良来遮是要问讲有关签约的代志啦。伊嘛是好意，无歹意啊。好意？哼！明良，我顶解已经甲你讲真清楚，你还阁听无是？我妈俊生的代志，我家己有在处理啦，请你以后莫来我搅扰。俊生，你即摆去家己别人行钱啊？你知无？你若唔相信我，你来问丽丽啦。你甲你受什么代志我唔知影，敢讲你有啥物爱买哦？你讲啊，你做袂当其他代志先。俊信，俊信，你莫有白。你别搞叫啦！你别搞叫，安香啦！你是知哦？你有安怎无？别你管啦！俊信，俊信。对啦，这样代志，咱来慢慢讲，准先了解。而且你嘛要等，相信我，才有法度甲恁阿爸的债务解决掉。你是搁对咧创啥啦？我才想袂到呢。谁人连你也袂能用这样亲近啊？敢讲连你也在意？你是讲到倒位去啦？敢讲是为黑白，你拢分袂清楚是？我若甲明良有安怎，我敢有可能甲你做伙，该害到遮尔凄惨嘞？哼！讲甲你阿兄，竟然对我起啊人手，小到无款。俊信，我若遐伊较冲动，你莫甲伊计较啦。好，我莫计较。你即摆就马上刷来找囡仔。找囡仔哦？啊，找囡仔，敢就遮尔着急嘞？嘿，我才想无呢，这是你答应我的，啥你要你甲我拖？我跟你讲哦，人的忍耐是有限度，我就无能够忍耐啊啦。放手啦！你囡仔到底创去倒啦？你唔去无紧，我家己来甲抱倒来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啊，毋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我囡仔若互你，你得到去那了后，你要娶我。